啊，我操，什么情况？死成？太医，里面请。啊，娘娘您醒了！娘娘您总算是醒了。你要是再不醒啊，蒋氏还不得谋害亲夫，先把赵王给害了，再跟咱们的太子爷整天整夜的腻在一起。卿卿我，可怜的赵王死得也太惨了。但是任凭谁可怜，也没有小姐您可怜呢。你谁啊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是绿里耶小姐，您不记得我了，小姐？你丫才小姐呢！娘娘。宋太医，您快给他看看吧，娘娘可病得不轻。是，臣为娘娘把脉。滚开！别碰我啊！你丫谁啊？我丫是宋太医。对呀，娘娘，宋太医常给您瞧病的，您忘了吗？啊，太医？难道？小美女，我问你啊，这是哪里？这是您的寝宫啊，娘娘。寝宫？敢问这还是中国吗？中国？没听过。那你说说看，我叫什么名字？您大名叫张鹏鹏，当朝兵部尚书之独女，前朝护国大将军之孙，乃。Stop！ 我不过是游了个泳，怎么就从张鹏变成张鹏鹏了？要穿越，我也应该穿越成风流公子。啊，这怎么还穿成人妖了？娘娘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都听不懂，还是请太医给您看看吧。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你们都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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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娘。笑什么呀？娘娘，奴婢总算是明白了，您啊，这是在用苦肉计呢。还苦肉计？我这是苦逼啊！娘娘说什么，奴婢可不懂。不过呀，娘娘暂可宽心，奴婢今日听到消息，太后听说娘娘情绪不稳，怀疑是江映月那小妖精蓄意陷害太子爷和娘娘落水，已经震怒。现在呢，江氏那小贱人被关进圣宁宫，被太后教训的可惨了，不知道受了多少刑罚呢。落水？您说什么？没事儿，你接着说。啊，我说到哪儿了？哦，现在呀，太子爷和赵王还在圣宁宫外跪着求情呢。您说，赵王担心那小妖精
巴巴的在那儿跪着，也就罢了，毕竟是自家媳妇儿，咱太子爷去跪个什么劲儿啊？这不明摆着给赵王添堵吗？也给娘娘您添堵啊！哼，那个江映月，光是摊上蓄意拉太子下水这一条，就很有可能被处死呢。处死？你是说落水的事是陷害，可能会把人处死？是啊，娘娘。走，去看看。娘娘，您这么斗志昂扬就对了。滚！太子是吧？我觉得你说话得注意点。滚！这个动作难度系数很高啊。You can you up, no can no baby 啊。哎，他是太子，你一定就是赵王吧？哥们儿，这得跪多久啊？跪多久重要吗？就算跪个1年半载，跪破了膝盖只剩骨头，我也要继续跪。1年？那还跪个毛啊！太后，我要见太后！哎，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！门外那2个还跪着呢。回太后，都2个时辰了。一个贵为太子，一个身为王爷，为了一个女人如此兴师动众，哀家都替他们觉得丢人。太子妃也在外面跪着，她硬是要闯进来，被侍卫给拦下了。哪个不长眼的拦的？算了，咱们也出去瞧瞧吧。太后驾到！你们这是干嘛呀？都在这儿跪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没过年呢，就管安家要压岁钱啊？皇祖母，这次错全在我，您就放了映月吧。谁的人谁来求，轮得着你求情吗？太后啊，这件事情完全是我一个人谋划的，什么苦肉计、连环计，对36计，还有攻心计，能用的我全都用了。现在我但求一死。前面的计谋，哀家是听说过的，可这攻心计是哪部兵法里面的啊？这不重要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我为了谋害太子，用尽了我毕生所学，可见我的险恶之心啊！圣儿，你可知错？你看看你这个弱不禁风、单纯善良的结发妻子，为了你，不惜担下了谋害亲夫的死罪。一个皇子，竟然还不如这么一个女子。太后啊，您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的，我早已不是那个单纯善良、活泼可爱的张鹏鹏了。您不知道，我有一颗多么恶毒的心啊！总之，水是我跳下去的。太子也是我拖下去的，那个僵尸也是被我拖下水的。那天所有差点死于非命的人，全都是我一个人害的。太后，你应该赐死我呀！我都已经犯了如此天理不容、人神共愤的罪了。如果你要徇私枉法的话，可会被天下人耻笑的。太后，你一定要三思啊！太后，圣儿，你看到了吗？太子妃为了你，不惜沦落成这般境地。你可知错？皇祖母，张鹏鹏明明已经招罪。愚蠢！他还不是为了让你痛快。既然你不思悔改，哀家就让你去江北巡查大营，
什么时候反省好了，和自己妻子之间怎么相处，什么时候再回来。想不明白就不要回来了。皇祖母，不要再说了，这也是皇上的意思。孙儿遵命。来人！映月，太残忍了。赵王，人哀家是还给你，再看管不好自己的妻子，以后是谁也帮不了你了。映月，来人，把太子妃带下去。是。让我死！不是让我死吗？为什么不让我死？太后，赐死我吧！求太后赐我一条死路啊！太子妃神志不清，胡言乱语。你不能说话。宣个太医去她宫里，给她好好瞧瞧，让她在自己的宫里好生静养。赐死我吧！回去传我的命令，把太子妃看押起来，不许踏出太子妃宫一步。是。前面那可是九王的轿子。是。给我追上！追！是太子。你去！大胆奴才！以为我没看见你做什么吗？九王出了什么闪失，你担得起吗？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！他也是无心之失，三哥不必太过苛责。九弟无恙就好。我自己的人，赏罚我自有分寸。恕我失言，三哥见谅。处置下人是三哥府上内务，九弟不应该指手画脚的，当罚当罚。哪里？九弟对我府上的人本就都有照拂，小到下人，大到太子妃，个个都承过你的恩情。这内务，九弟也不是管的第一次了。三哥是怪我那日多事救了太子妃。三哥，惩戒下人乃是内务家事，九弟妄加干预，自是失礼僭越。但娘娘落水虽是家事，亦是国事。若九弟冷眼旁观，那才是于国不忠，于兄不义。无论家事国事，那都是我的事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起轿！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了，什么叫做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想死死不了，想出出不去。娘娘，您别气坏了身子，好歹吃点，可别委屈了自己。这宫还真是不容易进的，
进来了想死都难。我也只能这么苟且的活着了。嘿，这就对了，留得青山在，咱怕谁呀？这桌子都什么菜啊？这些都是您最爱吃的呀。有马小吗？啊？马小是何物？是滚！奴婢滚便是了。哎，等会儿，我今儿肚子不太舒服，给我倒杯热水。好嘞。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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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干什么呀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大姨妈来了，我正努力把她控回去。你快去帮我拿那个东西。大姨妈，娘娘，咱们家没有大姨妈，您是不是又犯病了？我还是去给您叫太医吧。我说你怎么比我还不懂啊？就是你们女生每个月来的那几天。奴婢这就去。我怎么觉得我现在变得这么娘啊？娘？你本来就是娘娘啊。你给我垫的那个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嘛。那个是什么做的呀？娘娘，这怎么好意思说呀？多害臊啊！哎，做女孩还真不容易，我也只能这么凑合的活着了。娘娘说什么奴婢不懂，不过呀，只要娘娘活着就行。娘娘，这个呀是奴婢特意让人给您熬的，特别的滋补养颜，对女人的身体那是极好极好的。能给我换个男人喝的吗？哎，汤不要了，你去把那个谁给我叫过来。就是太子那些妃子们叫什么来着？陈良娣啊，对，就是他。还有跟在他身边那个黄良元、王昭训、李成辉。对，就是他们，把他们都给我叫过来。您平日里和他们也没那么多来往啊。就是因为平时生疏了嘛，所以才要联络一下感情的。快去！这是什么？这个呀，是奴婢昨天从内务府特意求来的花名册，太子宫里侧妃们的画像都在这上面呢。这个呀是陈良娣，江西巡抚的千金，年方28，去年刚入的宫，以清纯著称，尤其是有一双美腿。娘娘，你这干嘛呢？痒死了，人家不跟你玩了。这古代的大长腿果然是名不虚传啊！黄良元，原名黄家之，以姿态妩媚、身材丰满著称，有一对人见人夸的美胸。怎么样啊，妹妹？这花瓣玉不错吧？不错，妹妹感觉这皮肤白嫩了许多呢。哎呀，妹妹，你这个凶器果然是名不虚传啊！姐姐，
你这个也不错。哎，姐姐，妹妹这里有托人从家乡带来的珍珠粉，就擦在这儿，包姐姐您的皮肤又白又嫩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么好的珍珠粉，姐姐不用，妹妹就一个人独享了。月4研讨会是什么啊？就是这么娇羞的事情，为什么在这儿说？太奇怪了。今天啊，我们就这会议的主题做一下探讨，谈一谈对月事的感受。自妹妹出巢之时，还以为自己是得了绝症，哭哭啼啼的写了一封遗书。后来母亲才宽慰我说，但凡是家里的女子，到了一定年纪总会这样。可后来我又以为这是家里从祖上开始传女不传男的疑难怪病，当时啊真的是恨得要死。可后来我才发现，这也是天赐的宝贝，多加利用，对身材是极好的。回想我第一次来那个的时候，正好是夏天，身上流着汗，下面流着血，那活脱脱就是一匹汗血宝马啊！你们说了这么多，都没有说到重点。我就是想问问你们，你们来那个的时候，也那么难受吗？难受？哎呀，姐姐，您那要叫难受，可教我们怎么活呀？怎么说？咱们宫里的东西都是和身份地位有关系的。就拿娘娘每个月要用的那个来说吧，您用的就是孔雀毛，我们用的就是野鸡毛。还有的娘娘用的是草木灰、海绵、鸭毛的。野鸡毛？凤儿，拿过来给姐姐瞧瞧。是。哼，这种东西还随身带着，以备不时之需啊。还有别的款式吗？别的啊，那要看别宫的娘娘有没有让宫女备着啦。哦，去吧。凤儿，是。姐姐您等会儿，这各宫的宫女都会替主子备着呢。还真没想到，这宫里的3、6、9等，从女人那几天用的东西就能看出来啊。可不是嘛，娘娘。那您以为呢？我以为那玩意儿只有弹力贴身跟 ABC。娘娘，想必是宋太医来了。娘娘，臣为您把把脉。怎么样啊，小宋？娘娘的身体并无大碍，您说您腰酸背痛是正常的，我去开一副药，您及时服用就好。我这2天头也挺晕的。腰酸是肾虚，头晕是体虚。如果您有腹痛，那就是体寒。有的人经络不畅时，那就会……等等，哎呀，哎呀，哦啊啊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啊，那就会腹泻不止。啊！哇！娘娘，你干嘛？出去！太子爷今天晚上要出发去江北大营，关我屁事啊！侧妃
辈们都去送了，你不去送送吗？没看我这奋斗着吗？绿篱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绿篱，绿篱，不错，这才像个人样嘛。娘娘，你有没有觉得咱们扮上男装还挺俊的？谁跟你咱们？行了，别送我了，你回去吧。娘娘，您不带我出去啊？从一开始我也没打算带你去啊，看你玩的挺嗨的，不忍心打扰你。别忘了，我是个男的，你这女里女气的，到时候坏了我的好事儿。娘娘，公子，奴婢是绝对不会坏您的好事的，您带我出去吧。哎呀，宝贝儿，你太天真了，再怎么打扮你也是个女的呀。回去吧，我会记得回家的路。娘娘，怎么跑得这么快？难不成真变成男人了？明天你们一定要来呀！我一定给你找个肥美肥美的，满足你那个。终于有个夜店能让爷嗨一下了。姑娘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还穿成这样？你叫谁呢？谁是姑娘？老子纯爷们儿。你就别瞒我了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我去，那什么脑残古装戏简直就是毁人！这女扮男一眼就能被认出来，那女扮男扮了10级的也真是够拼的。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抓人来了？哼，抓什么人？老子来消费的，懂吗？消费？消费就是花钱，这钱你是赚还是不赚？我懂得啦，您有特殊癖好。癖好不癖好的你就别管了，只要妞水灵，钱也有的是。公子，您里边请。哇！不好意思，我才想起来我家还有个病重的老母没有吃饭，我先走了。公子，哇，白娘子，小青姐姐呀，你是嫦娥，小兔兔。敢问姐姐是？要将你哭长城，那长城呢？你们这里也流行玩 cosplay 啊？公子啊，你的重病的老母呢？哎呀，就让她病着吧。滚！哎，走。喝酒啦！来，喝好。来，好酒量啊，喝。哟，小兔兔喝一杯啊！小兔子是不喝酒的，但是人家想喝嘛。哎，我喜欢自己掌握主动权。
厕所在哪？厕所在哪儿？公子，厕所在那儿呢。啊！小兔子乖，来，慢走啊，慢走。男厕所。兄弟，你继续啊 ！I'm sorry, very sorry。哇，宝贝儿，太爽了！娘娘，您这几天为什么总爱称呼我为宝贝儿啊？宝贝儿呢，就是对自己喜爱的人的昵称，证明你是我在这后宫中最贴心的人。娘娘，你这样说，奴婢好感动啊！你这么漂亮，我不喜欢你，喜欢谁啊？圣宁宫李公公求见。李公公，请。太子妃娘娘，太后在延春殿设宴，为太子接风洗尘呢。太后特地让奴才过来，请娘娘过去呢。为太子接风洗尘。齐胜回来了。这身衣服真好看。那当然，特别衬你的肤色，我挑了好久，太子肯定喜欢。哇！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乱花渐欲迷人眼了。不错。真是不错呀！可不是嘛，娘娘，他们呀，有的从3个月之前就开始减肥，还有的呢，天天吃木瓜炖猪脚，就指望太子爷在人群中多看他们一眼。黄兰元，胸太大，雷大大的大屁股，王祖贤的大长腿，盖好哟。这个也不错呀。好可爱哦！娘娘，齐胜怎么能把这种货色也留在身边？简直重口味！娘娘，您这怎么了？以前没见您跟他们这么亲密啊！您忘了，上次您还命人责罚王昭旭20大板呢，他到现在都记恨您呢。啊，有这回事儿？哎呀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几十年后，还不是一起去跳广场舞？是的，好久了，再等一会儿。等妹子，好吧。太子驾到！太子来呀！好帅呀！太帅了，太子！齐胜他竟然对我张开双臂，他这是几个意思？难道啊？求拥抱？这么多人，不抱他，不给面子。抱一下。辛苦了，兄弟。他怎么可以这
更衣。如此就等不及了。娘娘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要更衣啊？奴婢刚准备说您就抱上去了。谢谢。娘娘，跪着，跪着。来，喝酒。不。哎，不用了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天气变暖，冰山脸遇到和煦的春风开始融化了。不过是在皇祖母面前演戏罢了，何必如此认真呢？圣儿，看来这次江北的反省还是不错的。看到你和鹏鹏相处融洽，我就放心了。家事安稳，才能治理好天下，这个道理你懂吧？皇祖母教训的极是。来。赵王，你这顶绿帽子，无论从款式还是花色，都做得极为精细。这是宫里哪位能工巧匠做的呀？回太后的话，此顶绿帽子是选用西域的上等绢绸，特意请江南的裁缝做的。不错，回头让这位裁缝给你三弟也做一顶。好的。将来赵王那绿帽子找人做好了，你可千万别戴。何出此言？所谓人间不拆，具体原因你也不要管那么多了。总之，那绿帽子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为何总是胡言乱语？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哀家要回去护理皮肤了。恭送太后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这对狗男女在做什么呢？你们就是这样欺负赵王的吗？哎呀，别人媳妇的事儿，我是再也不想管了。齐胜，我更是管不着了。九王驾到！九帅呀！
进来那人谁啊？救您性命的九王啊！私底下和齐胜关系如何？见面就掐。我上次出宫不小心撞见九王了。三哥，从江北回圣都路途辛苦，我敬你一杯，当做是给你接风了。三嫂，三嫂素来性情豪爽，酒量更是不在话下，可否给本王一个面子，和本王干上一杯？啊，不就是一杯酒吗？放下。就一杯酒，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。来人，给我和九王拿酒碗来，再来5坛酒。是。九弟，你三嫂虽是性情中人，可毕竟还是女流之辈，厅堂之内与男人对饮，毕竟有伤大雅。不如我替你三嫂干了吧。九弟，你也干了吧。让我们来为九王鼓气吧！好，九王爷，九王爷，太子爷，太子爷，九王爷，九王爷，太子爷，太子爷，九王爷，九王爷，太子爷，太子爷，九王爷，九王爷，太子爷，姐妹们上！太子爷，太子爷，太子爷，干嘛呀？别打了！别打了，太子爷们！别打了！你们可是太子的妃子！是太子的妃子啊！太子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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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子爷！贵圈太乱了，我撤了。太子爷，太子爷！你先在这候着，里边有鬼。你到底什么鬼？这的确不是难测，看来这次是我走错了。哎，算了算了。针对这2次厕所惊魂事件，就当我们达成了友好合作共识，以后这事儿就当没有发生过，我也算报了你的救命之恩了。三嫂尽管放心，不过，本王实在是不解，上次为何会在青楼那种地方遇见你呀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种地方？有些公事啊。迫不得已才在那种地方商榷的，并非你所想的那样。你说的好有道理啊，我竟无言以对。那日杨言也在啊，不信你可以问他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又不关心那个。再说了，男人嘛，去那种地方很正常，我懂的。啊？丽丽，丽丽。大半夜的约我来这儿，宝贝儿，这大风天的，是要跟我那个呀？你丫谁呀？喂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、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小美女啊？嘘！哎！僵尸，哎呀，这晚上穿一身白，明晃晃的一坨，
太吓人，跟小倩一样。哎，那男的谁啊？你仔细看清楚啊！原来绿篱把我约出来不是要跟我约会，是让我过来捉奸。是吧？那日延春殿中，你对姐姐的态度和从前很不相同。你是否对她生了情意？我对她，我和张鹏鹏是万万不可能的。只是皇祖母在场，我要对她稍作体贴些。那为她挡酒又是为何？只不过是个借口罢了。我只是想借机让九王下不了台。你曾经说过要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你可曾记得？当然。别忘了与我兑现此言。哇，我好冷。我也觉得有些冷。不如我们先回去吧。我不想回去。你不是冷？哎呀，人家姑娘说冷，你就该把外套脱下来给人家披上呀。哎，啊，有桂花糕，要吗？哎，不要，自己吃吧。哎呦我去！太子殿下，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。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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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手。你先回去吧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如果我说我是来这里看月亮，你信吗？回去，禁足。哎！凭什么你可以在这里看星星、看月亮，我就要禁足啊？娘娘，我的衣服呢？娘娘，娘娘，别走啊，娘娘，娘娘，我的清白，我的名誉啊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今天晚上有肉吃了吧？自从上次您在小树林里冲撞了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就下令，咱们宫里的膳食不能沾一点荤腥。我不仅连你这个荤腥没有沾到，现在连嘴上的荤腥都没有。不吃了，睡觉去。又睡？不睡觉干嘛？又没有肉吃。饿死了，饿死了！来个牛肉汉堡，烤2个大腰子，饿死我了，饿死我了！你到底谁家熊孩子？上次你可把我害惨了。见过娘娘，在下就是当朝大将军杨玉之子杨延。此次奉九王之命，特地来拜访娘娘。浮夸，浮夸是谁啊？哦，对了，娘娘吃鸡。这得几年没吃肉啊！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哼哼，此乃本公子的独门绝学之飞檐走壁。嗨，嗨，哎呀！
得知姐姐落难，特地给姐姐雪中送炭。叫谁姐姐呢？啊，叫谁姐姐呢？叫谁姐姐呢？叫谁姐姐呢？啊，我们才见过2面，在彼此不熟悉的情况下叫姐姐有点不合适吧？姐姐，咱们见过3次了。那次在春家花月夜，我与你有1面之缘，只不过那个时候你不认得我罢了。那日果真你也在啊，可见你与那九王的夜生活是有滋有味啊。姐姐误会了，我们是为了公事才去那儿的。我和九王都是洁身自好之人。哎，不用遮遮掩掩的，我还会在乎这个吗？下次去的时候记得叫上我。姐姐真的误会了。自从上次在春家花夜夜见到姐姐，别说九王总把您挂在嘴边了，连我也时常记起您那飘逸的秀发。还请姐姐别误会，您在我心中就是那冰清玉洁的观世音，万花丛中的花仙子，从天而降的七仙女。玉姨，来一盘桂花糕。娘娘，您不是说饿死也不吃桂花糕吗？又不是给我吃的。让你男女不分，我就不信我堵不上你的嘴。来吧，你不是喜欢吃这个吗？管够。谢谢姐姐。嘿嘿，别客气，再来一个。好吃吗？再来一块。哎，这块也不错嘛，很漂亮啊。哎，好嘞。张嘴张嘴。哎，好。好吃吗？还要啊？来。娘娘，她会不会噎死啊？水，给我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吃桂花糕了，我再也不上树了，我再也不敢用嘴滑舌了。在下先行告辞了啊，走了啊。没事啊，没事，我走了啊，走了。娘娘，刚才要不是奴婢拦着您，你可真有可能创造历史上又一大酷刑呢。如何？我再也不吃桂花糕了。它和齐胜的关系，是没有机会探出来。不过我差点死在那儿。如此，本王便不再派你去探太子妃了。别，九哥，我是闹着玩的。我就喜欢太子妃那样的性格，多有活力呀！我觉得她像是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春，一点儿也不像别人口中所说的不受宠的怨妇啊。这样说来，太子妃是找回了一些儿时的影子。哎呀，肚子疼！哎呀，出来了，脑力一少。我说宝贝儿，我这刚来感觉，怎么又堆起眼儿了？娘娘，奴婢没玩过这个，
1、2、3木头人，要不然我们重新玩吧。算了，不玩了，无聊。那要不我陪你下棋？你说你们这是古代啊，又不是原始社会，怎么能一点娱乐项目都没有呢？那我给您唱小曲儿。宝贝儿，把手给我。太子殿下，说，太子妃娘娘宫殿那边聚了许多人，娘娘正什么？奴才也不知道娘娘正在做什么，您要不要也去看看？年底女儿节，我会陪你一起回尚书府。那不是回我家？是。到时候你全家上下都会出来迎接我。我能不回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是齐家的人了，所以现在我一点都不想回娘家，我也没有回去的必要。你如此抵触归宁，可是因为害怕什么东西？怕？我怕什么？你可知道此人是谁？这是你母亲范氏。啊，绿篱，哎呀，绿篱，快！哎呀，娘娘，我的头又开始疼了。太子殿下，自从娘娘上次无辜落水之后，就犯下了头疼的毛病。别装了，哥这种神演技，竟然都骗不过他。给你3天时间，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。啊，行了。我到底该怎么向齐胜交代呢？到时候我就跟他说，太子殿下。说。我说，我是西王母的第7个女儿，也就是七仙女。那天我和姐妹们下凡，忽然我看到一个英俊的书生。斩！这个故事不行，得换一个。如实招来。太子殿下，你可曾记得那一年你南山狩猎，救过一只可爱的小白兔？那只小白兔化作了人形，来到了人间。他发誓，他一定要向他的救命恩人报恩。斩！斩！斩！不要！
萨迪卡，太子殿下，这是我特地托朋友从马来给您运供过来的水果，叫榴莲。榴莲是水果之王，绝对配得上您的95之尊。这个水果虽然闻起来臭臭的，但吃起来特别像臭豆腐，越吃越香。废话少说，说你该说的。话说，在公元2015年，也就是从现在算起，过了很久以后的某一年，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张鹏。此人参加了一个轰趴晚宴，这个晚宴里有一个大池子，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扑通掉进了水里。你说，他是救了，还是没救？那必然是救了。猜的没错，他的确是跳下水去救人了。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？太子殿下，你可猜得到？被救上来的女人，视此人为救命恩人，重金感谢了此人。非也。那是怎样？此人被那落水的女人一脚踢晕，当他醒来的时候，他就到了这里，他的名字里就多了一个字，由以前的张鹏变成了张鹏鹏。你这是在胡编笑话，来寻我开心？我向毛主席保证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我倒要问你，你说的故事里，这个落水的，那个落水的，可是在影射那日在太液池里，我没有先救你。哎，我可没有含沙射影的意思啊！您和那僵尸是什么关系？我一点都不在乎。您是太子嘛，将来注定要3宫6院的。别扯远了。你这么说，就是不信我说的喽？不是不信，但也不可全信。只是对你所说的事情，我不能理解罢了。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在你说的那个地方，可曾婚嫁？哎，这个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嫁过人。如果我嫁过任何一个男人，我天打雷劈！太子殿下，我给你的解释，你可还满意？容我再想想。今日，你先回去吧。那好，那我先下去了，你好好想着。记得吃榴莲哦，很好吃的哟。太子，刚才姐姐所言，您可听明白了？有一些明白，却又不全明白。妾身以为，姐姐许是中了邪，不如太子殿下找个法师来宫中驱邪，兴许姐姐就能好了呢。记得，在《世说奇谈》上曾载有一事：南杭乔氏曾有一女，一夜而变，不识亲友，不认爹娘，言行举止更是不同以往。有术士称，此女人身未变，心却换了。娘娘，娘娘您去哪儿了呀？鬼门关。啊！唉，真想不到，在你们这儿活着，脑袋时时刻刻都被拴在脖子上。这次算是糊弄过去了，也不知道以后自己的命还在不在自己手上。此事臣妾也有所耳闻，世人皆传此女有克夫之名，当时唯有晋国公不信鬼神，迎娶此女为妻。但是不久，晋国公突然暴毙身亡了。妾身虽然希望姐姐能好起来，但是更担心殿下的安危啊。娘娘，您先别睡呀。这个呀是奴婢精心为您挑选的衣服，今天晚上。
这小丫头片子又想勾引我，看来今天晚上我得给她个机会。你让我换，那我就换啊，这点牺牲算不了什么。宝贝儿，你拉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啊，娘娘，您在这耐心等着，人呀一会儿就到。人？什么人啊？娘娘，奴婢只能帮您到这儿啦。哎，绿篱，绿篱，小丫头片子。你怎么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成何体统？我怎么知道你会来啊？难道绿篱没有告诉你吗？我早就派人通知了你宫里，说我今晚要单独来见你。这个死丫头片子，害死我了！没错，他是和我说过，只不过……怎么？你竟如此心急？看来你不仅忘了父母是何许人，把女德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吧？你以为我愿意啊？要不是我想跟绿篱……算了算了，跟你说这些你也听不懂。总之一句话，我对你没兴趣。不可理喻！速速把这身衣服给换了！太好了。年底就是归宁之日，你要在归宁之前熟背此书。我认识他们，他们也不认识我呀。你母是一族范氏，可是书香门第。不好意思啊，实在是不记得了。你到底读没读过书？罢了罢了，我念你听着，记下便是。可还记得此人是谁？这位大妈看上去已经到了更年期，但是眉眼间似乎看出是个半老徐娘，风韵犹存嘛。你胡言乱语什么？这是昨天问过你的母亲大人范氏。Oh, sorry, I'm so sorry. 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有脸盲症。哎，齐老师，在你正式给我上课之前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说。是不是今晚不能让人睡觉了？你以为呢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父亲。这是你表哥。表哥？这简直就是老腊肉嘛！
是太子妃，注意仪态，不要贼眉鼠眼的。老大，你待会儿罩着我点儿。现在知道求我了。关键是我那个小本本我都没怎么记下来，万一露了馅，我死得惨惨的。知道就好，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。好。恭迎太子殿下，恭迎娘娘。他怎么也在这儿？江氏那小蹄子虽然是个王妃，但是在咱们家里依旧是个破落亲戚。您是咱们家的嫡生大娘娘，身份岂是他表了几表的表人可比的？夫人好。母亲。娘娘。进屋说话。好。我没有想到，你竟然也回了张府。虽然短短数日不能与殿下相见，可是对臣妾来说，就是恍若隔世啊。我来见你，也是为了告诉你，在张府这2日，万万要谨慎，除非有要紧之事，不然就别再与我相见了。太子，这一整日您都对姐姐百般照顾，你们2人几乎形影不离。太子殿下，您是否真的被她迷了心窍？我不信，也不喜欢鬼神之说。许是我多心了，但是殿下对姐姐那般照顾，实在令臣妾难以释怀。你我自相识那日起，你便该知道，张鹏鹏永远是我们无法逾越的羁绊。臣妾知道。太子殿下，我只想问你，还记得您对臣妾许下的诺言吗？记得。还请太子殿下尽快兑现承诺。此事是最急不得的，越急越会滋乱阵脚。映月，你万不可生焦躁之心，更不可行出格之事。映月知道。映月，今儿叫你来这儿，不光是祭拜祖宗亡灵，我也有话要当着列祖列宗的面儿问问你。你父母过世的早，你从小就在我们张府长大。你说，全府上下的人有没有把你当做一个小姐一样看待？映月自知，姨母和张家待映月恩重如山。好。既然你叫我一声姨母，那我就不能对不起你早逝的母亲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自寻死路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快，母亲大人，娘娘来的正好，帮我说的话做个见证，省得以后啊别人以为我的心偏了意了。这么对待一个小姑娘，太不人道了。不行。我不能袖手旁观啊！我是一纯爷们儿。母亲大人，江妹妹不管犯了什么错，也不能这样责罚她呀。我这责罚算轻的了。映月，那日在太液池娘娘落水一事，你是要负全责的。我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，她既为你的姐姐，你就应该时刻敬重和保全她才是。那日我也没怎么着。再说我自己也不是很在意，母亲，您就不要这样虐待江妹妹了。哎呦，江妹妹！太子殿下驾到！太子吉祥！岳母大人，江氏乃赵王的妃子，您这般责罚，恐有不妥吧？
子殿下自己也说了，这映月是赵王的王妃，您插手来管此事，恐怕也有些不太妥吧？我自幼便与映月相识，一直把她当作妹妹看待，恐怕这不能算是插手吧。本是一起长大的孩子，以兄妹相称自然是好事。可毕竟男女授受不亲，况且殿下和映月又都各自婚娶，我是怕这越是亲近的兄妹之情，越会让殿下您遭受非议啊。好在哥我是个怜香惜玉的人，这次就让我替你英雄救美吧。母亲大人，归宁呢本来是件高兴的事情。你说这江妹妹在这跪着，一直让祖先看着也不太好，祖先们都累了。母亲，这倒是。那就看在娘娘的份上，让列祖列宗歇歇。时候也不早了，该用午膳了，都散了吧。都散了，都散了，都散了吧啊！太子殿下，咱们也好些日子未见了，那就请移步正厅，陪我这个老人家叙叙家常吧。宝贝儿，你说母亲大人把太子留下来是因为什么事儿？刚才人多嘴杂，现在前后都没人了，就该干什么干什么了呗。说清楚点。娘娘，我听人说，20年前张家太祖还没有去世的时候，那时候张家的叔伯兄弟们都还没有分家，咱们夫人呀，作为长子媳妇，主管家里的一切大小事务。有一个叔伯纳了一个上门女婿，谁知道这个女婿却背地里和侍女私通，被咱们夫人发现了，就按家规处死了。死了？可不是嘛。好歹现在我也是个衣食无忧、吃皇粮的人，齐胜要是死在张家，那我岂不是要给他殉葬？宝贝儿，饭我先不吃了啊！娘娘，娘娘，不要不要，千万不要！齐胜，你可不能死啊！我可不想给你殉葬了！不要！棒棒，不要！棒棒，你做什么？母亲，你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张婆婆，你又搞什么名堂？不用急着谢我。太子殿下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我刚才跟您说的话，请您放在心上。您放心，您说的事，我会尽快办成。鹏儿，你做什么呀？您千万不能做傻事啊！杀了他，不就是害人害己吗？你说的，娘听不懂。您不是要毒死齐胜吗？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这要是人听见了，可要杀头的。谁告诉你的？也不是绿丽说的，就是有人曾经听说您私自做主杀了一个张家的上门女婿，我以为您又要……哎呀，又是此事啊！那人是自己在饭馆里吃了猪肚，恰巧那天府里有人送来了白茄烧莲子，我派人给他送了过去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两样食物相克，吃了就暴毙身亡了。既然您亲自辟谣了，那我信你。太子之所以不敢胡作妄为，就是因为对咱们张家的势力啊有所忌惮。我只想安心过日子，锦衣玉食的。齐胜啊，他最好别来烦我，也别来搞我，最好是老死不相往来。啊，他爱喜欢谁喜欢谁，我不在乎，我也管不着。
傻孩子，你进宫之前娘就告诫过你，在宫里，就算你不去犯别人，别人一定会来犯你，所以你一定要有保命的筹码。保命的筹码就是王嗣啊！